拜师学艺过，真的哇，央还有去四川。所以你这次也会做酸辣鱼？没有，被他抢走了。这句话可以大声一点。这样子会出波浪吗？不会。哦，因为它没有比我们后面太阳热。真的，我们的背才会出波浪。为什么会先要出来做啊？因为它简单啊。哦哎，没有这么直接的吧？不是哦，我觉得浓汤超难煮。啊，并购有慢煮。我就买来汤宝，条路会中马该哎，我是做仓库管理。确定吗？可是你刚才包的手法，很像在鼎泰丰里面上班。进去。你食过煮的是哪国嘅哪一国的料理啊？最唔晓得做客家菜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中白票。今日呢，來到呀熱情嘅南台灣高雄，大家特別呀嘅素材呢係三明治嘅呀嘅富鼎金保安宮。它這個地毛伯切，你知道嗎？這是台灣第一個呢城高建築風格嘅廟，主要地都係拜嘅太子爺。係嘅。20年這樣起。哎呦，我未就見喊嘅嗰種金師傅嘅太子爺廟哦，咁但係愛用聽聽，你看下就講到嘅建築啊，它的建築厲害了，你今日遊覽車哦，亦試過來之前哦，先看到一家東窗裡嘅台門之外，它有見過哈一個超浮誇的台橋，咁處理嘅東西你講，唔會去到一個長風提強的。這是金獅湖啦，會不會呢就係石頭山？好，馬上呢度分享到，聽聽你鄉下我對北鋪變下來嘅廚師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你阿邊哥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邊哥你好，大家來歡迎哈，高雄菜市最正嘅小肉番薯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玉涵。我分享鳳珠陳水站，定係假肉，就成條看下捱比賽哦。小正子、劉曼星，就是你，大家好。你看下攬出嚟一片係來自美濃嘅表姊妹，佢哋係讓雅姐老劉淑花。沒有見面呢，今天跟我講說，那個你知道嗎？我今天是來拿獎金的。好，你鳳珠先來看一下。小正子啊，就冇看到哎，又變到他好爽哎。有哦，有哦。我跟你說，曼星呢，佢係香港人。哦，我一看到他就好開心知道你。好，先嚟滿坤啊，一條來自三明治，就喺度背後係嘛？係，圈圈呢？推薦好教好食好料嘅嘛？後義火車站後背。香港田宮哦，田宮太橋係嘛？錯，有2000隻的傘。所以佢代表講嘅價格啊，一什麼係完全冇強用嘅。像天用窮用啊，紅橙黃綠藍靛紫。我突然想要去那裡拍耶。係啊，因為就不會那麼熱了。上面該打多少錢係價格。對啊，而且不用打燈。我除了該下小該係散面嘛哈，我呢啲一片係米濃哦，又有加好食嘅東西。雅特別嘅地方的話，就以及就用閩農嘅在地嘅一些農產品做安呢蛋糕或是麵包，或是一些就是小西點那些。哦，韓國幾條用嘅醬菜啊，全部係在地菜地啊。就像喺到閩農嘅話，一定會想到雅蓮嘅咩？啊，其實我老嘅雅蓮，比如講原本那個蔥花麵包，它變成野蓮麵包，超好吃的。我們又直接啟程。問他有沒有帶來？你帶來嘛？冇呢。天你個鐘，真係來比賽啦！中港不管省面啊，闽農會發現到高雄真嘅動態動法，好好來一道啲老料，唔該三下來見證看啊，睇天兒主菜嘅數字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各位呀，關呢睇就拿出自家嘅秘密武器咯，想看一下鳳珠呀嘅係乜嘅咧？黑子的辣醬，自家做嘅，係自家炒嘅哦，跟你一樣辣哦。哦，當然辣咯，噴火。批鬥就辣，我看一下，批鬥就辣。哇，你噴得火！從南部的太陽很熱情，真的哦，熱情如火。哇，真的，家姐姐用自家做呀嘅辣椒醬，我帶來料理係乜嘅？順的，哦，
妈妈煮这道菜好吃吗？好吃，确定？确定。因为你香港的爸爸妈妈有在看哦。一听啊，好美啊！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对曼心展现我们台湾人的热情。好，那就交给我。这是一个最好国民外交的时候了，好不好？直接给他3000块。好了。体育馆有星星吗？有。曼心，你刚才是关到静音的吗？好，在这。好。体育馆有星星吗？有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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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阿姐果然係要耐過啦，要習慣。他女兒在那邊啊，漂亮女兒。哎呀，蠻正哦，哈。他們要嫁你哦。但是漂亮的這邊也不差的哦。哎，家家都看一下。哎，咱們出嚟一片帶來嘅秘密武器哦，係10年以來體育擺看到，稍稍嚟小看一下，了係乜解？芝芝拉薩醬。切卡周給啦。切卡周給哦。你不是東南亞人啊？我記得。是啊。你也東南亞人？沒有，我不是東南亞。不要看到我條眼用心。哎，借我看，借我看。加一下，加一下。因為有條條眼用布啊。嗯。嘿。哇。哇，哎呦，你這穿跟我們辣椒醬蠻搭的。不搭。好啦，快啦。我小解一下，你啊，辣沙醬吼。今天會做嘅料理嘅菜名按到乜嘅？拉薩海鮮鍋。哇，要海鮮！來，好好期待一下體育館嘅比賽，有星星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現場馬上開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搶開始了。好。今天呢，就是展現我們台灣人。他說我們呢係個民主自由，有保養嘅國家嘛。嘿，冇唔錯。不錯，呢個好好嘅展現俾香港人看，呀，香港嘅爸爸媽媽都會看中唔得。係啊。想讓你台灣人嘅面子。哦，做得咯。一定要比分數啊。等下嘅獎金係港幣哦，嗬。對。哦，稍稍嚟看。哇，要乜干嘅呀？慢慢來。你滷那個薑。這樣，我先問一下曼心。平常在家裡會聽述媽媽做料理嗎？會啊，會偷看啊。那你最愛吃媽媽什麼料理嘞？酸辣魚啊。哦，真的？不可能每天吃。這個有套好吧？有套好哦。像你啊，應該係講酸辣推翻英美味食，所以你一定是有改良過咯。哎呦，看看自家用的煮烤是啦。哎，不用自家用的，不用那調味料去啊，調味。你是用奶油嗎？對呀。哎呦，那種熊啊，它有熊米啊。哇。哎，個姜媽吼，姜媽咯酸條。哎。哇，感覺很好吃。種太厲吧？嘿，我買酸條吃菜太厲，台灣呢。對。曼心，那個你坐月子的時候，媽媽是怎麼幫你坐月子？以坐月子中心那個。哦。那個比較舒服啦。我是有聽得出來，就是有一點。就是為什麼要去？媽媽，如果沒有生小孩，也可以坐月子啊。我們今天就來做一下吧。好啊。哦。我身軀內都係做鼻屎，但係動作較夾啦。哦。誒，伊生意嚟看好有誒。那身軀有好嗎？鬼好啊，我身軀鬼怪。嘿。那為什麼你們的魚肉先給它分離？咩肉啊？嗬，撩起來又嗬，菜我煮湯嘅時就放下去，哎呀，唔愛煎比上。哎，你等下都轉來，你們先忙一下。好，謝謝。哇，牛尾眼澎湃！天哪，那個拉薩那個蝦。哎呦，來，熱烘咯，我哋要紹介一下。有蝦公，重點是這個。拉薩醬。對，然後還有。我想知道那怎麼做。裡面有香茅，然後有紅蔥頭，還有白蒜頭、黃薑、南薑。哎呦，今天炒係冇？對，炒都早，沒有下去打。今年秘密武器可能除了個垃圾醬之外，它有2碗凍厲害哦。對啊，那什麼蝦膏湯。去咖先煮哎。椰奶還沒放。這個蝦膏湯，為什麼它的色目讓我印象當中的蝦膏湯冇賣強壯呢？因為椰大蠻多蝦公嘅品種冇相同。較貴。美國不一樣。剛才芒講到2碗係椰奶吧？魚露。哦，那這個是椰要給誰口齒清晰用的？不是，這個是蝦膏。蝦膏。呀，蝦膏。哦，對，東南亞的配料，蝦膏有硬的，有硬式的，也有軟式的。啊，我們這邊有加蝦膏。哦，安尼貴用。那你怎麼有冇按過做呀？給東南亞料理嘞？因為我有去過拜師學藝過。真的？哇！你上次很讓還有去四川，所以你這次也會做酸辣魚？
没有，算被他抢走了。哦，这句话可以大声一点。好香哦！我觉得啊，他已经想好了养哎。你要吐出来，你取到吼，你做得让，改那种小细节还嘛改。小细节啊，你看这个就是哦，就下工一定要炒出迄个米丝出来，啊，色神一定要有糊的米丝出来，安尼来玩就会用下工跟糖，都是用机器打，哦，就变安尼。好，我们先到红队看一下，等下个都上来了哈。哇，真的贵脑，电都碰好宽呢，青菜节呢，有熟的。那伢咱只会种那叫冰呢？我等下冰不能看呢。所以你要冰个这么多，嘿，哈港你也咸菜哦，真是安尼酸辣一样有名气啊。哈港你嘅试看那么咸菜哦，嘿，哈港人的咸菜，然后四川人嘅咸菜冇共用吼，嘿，冇共用。哦，佢老一嘅五片冰落去，姐姐伢卤系嘛？嘿，卤啊，去甲切片的哦，去甲切一开有卤腌，安尼啊卤锅，较黏米啦，较有味米丝啦。你用什么卤？胡椒粉、米酒、洋、鸡春，还有安尼太白粉。那你这样子煮一下就好了哈。系啊，煮一下会简单啊。那调味呢？调味在曼心那边。哎呀，等下不用钱。呀，那个苹果醋，金门苹果醋，金门苹果醋，它有香气，会香哦。你都倒完了才给我闻，还有一点点的是口毛，唔怕唔怕。啊，不用是糖，哦，那么太安尼啊，冇这样多吧？一些的比种安尼啊，米丝卡安尼啊，提味，哎，提味一下，不用是柠檬，要么该柠檬，哦，哎，它天然呐，它天然。要有点酸酸，要有点酸酸的味道，所以我们讲的咸菜是酸的，加柠檬嘅水，还有加下讲嘛，苹果醋，哇，你要吐出来冻好香，都会甜点跟酸。我们现在呢，在高雄可以说是五味杂陈，又热，又酸，又辣，心里有苦吗？没有呢，没有吗？因为等一下那个要吃这个好料。好啦，那也差不多哎，大家准备上菜喽，好，快很准，马上可以上菜。好嘞，来，所以你该用是东南亚来学煮菜，那个动机是什么？参加一家之主吗？太早准备了吧？这样子会出波浪吗？不会哦，因为他没有比我们后面太阳热。真的，我们的背才会出波浪。我干脆放在我们的背上煎。我其实觉得会比较快。对。20分钟之后，生米煮成熟饭，是也生了一个孩子出来。哎呀，所以不但讲圣称哟，它是小鲜肉了哈。该用是东南亚来学煮菜，那个动机是什么？参加一家之主吗？太早准备了吧？冇啦，就轻轻啦。所以你菜系啊，算下东南亚下多系吗？嘿。等下为什么刚刚已经有虾高汤了，鸭又够炒？因为爱上俺本米是有更鲜。天哪，我要喝很大碗呢，这个很棒。等下我指定哦，明珠的碗就那个。好，谢谢，很补呢。哇，应该最好是两种。我超爱椰奶。贵饭落去加落去。好赞哦！用俩吐出来吼，都5倍还是半落一个。因为我记得斌哥也很常做那种东南亚料理，都在到福建高溜一下嘛。这个是你系香料的部分，这种要那个南姜啊，吼，那个香茅的，一些可以咧冻起来，但是佢冻到诀窍，目前该梅头用半分给出来，还有上去狗头那些啊，冻容易被腐胎。于是从那里做咧沙茶的意思。这个盘的虾子也太多了吧？我们锅子太小哈。对呀。那这就等它滚，就后生吃黑。你要嘛改？鱼露，哇，这灵魂呢？好啦，点就好了呀。嘿，一些就得滚。我们就现在倒数了，滚了就后上菜哈。好，烟草马上来都升，7、6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下替换那一部卡卡粘掉喽。
好，两母卡呢都係來編咧吼，兩家都係有來參與個古手咧嘅，一定係請好食咧。大家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料理。我哋蒜辣正經好食，嘅蒜唔但嘗試蒜甜甜哦，依家還有個甜味，然後果香味，好吃。真的，而且最主要嘅個蒜係天然嘅，加油講到有落嘅菱角蒜絲啊，還加有標乜嘅蒜咧，檸檬水啊，落去啊呢，甜甜的。所以我老年我卡給我按醬係嗎？我懂醬哦。我問曼青最知道，曼青。第一次吃到這個媽媽做這道料理的時候，你還記得嗎？記得。那時候的感覺是如何？可以吃2碗飯的。哦，東茶飯對不對？對。我今日正經哦，雖然凍熱，不過我漢做的許多強力哦，個代表正經好選。酸酸辣辣肉，魚蠻鮮的，蠻嫩的。有啲帶有嘅嗰種胃口，不礙你的那種辣沙，還有凍澎湃嘅海鮮哦，結構的食法。來，吃看辣沙。哎，拉沙蛇王子呢？哎，錯案不是拉沙，哎，千人也沒是拉沙。真的哦。哦，這個比南港火車站地下街好吃太多了。會不會太鹹？因為它這個湯頭超讚的。因為哦，拉沙除了該講之外，動厲害就是那個蝦膏味。對，它口味米頭真的非常香哎，好好吃哦。姐姐，你有吃過那個拉沙嗎？冇。幾百食，還有，給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的料理啊呢，好食嗎？哦，夠食。我食到你一下哦，差唔多過了1分鐘啊，我喺嘴巴底擺度哦，你一下喊出濃濃嘅嗰種椰香味，還有那個蝦貢嘅香味。你不要一副覺得，你看吧，我就說我很厲害。冇啦，米油太少，有嗰種個鹹少少安尼。唔怕，因為哦，你啊垃圾咩單場食湯甜甜，凍雜中會幫嘅泡麵未好，凍粉未好，又上次還有飲拌盤。係錯，冇錯。等下就本師傅嚟小理一下，到底運用版評分咯。兩位茶邊師傅搶本分數。唔怕，還有幾題，看一下肉番哪隻搶本分數。冷水，來阿斌哥唱公平。好，公水呢度哦，正經你係果酸這個部分哈，做到凍河，呢度已經好可惜是，嘅阿啥可能變得好豆啲啲的，係好變到又是咧好鹹的，所以好西式好豆一啲，冇是椰奶就會啊加好豆就變好淡一啲啲樣嘅，好去兩片的梅頭啊，然後搭配同春凍澎湃。好，換邱師傅的公平。我先講風吹椰米頭哈，跟我們傳統在吃的酸辣魚，是八毛相同。他把那個客家的筍菜，崩下去，是一個很創新的做法。啊，它的味道掌握也非常的好。唔過吼，南吹鴉片哈，它的風味層次高度失敗。所以我給他略勝一籌的分數。好哦，按用的花料一罐地度，個個得到1分，講真嘅全部都好食。可是稍後來呢，邱師傅愛來做泰菜搶泰椒顏色咧，馬上交俾你嘅肉鹹師傅。料理懂第一篇。耶！好，又到誒，你肉鹹師傅嚟編料理嘅時間，菜名係乜嘅？紅薑米煲肉，紅薑米煲肉，你還食材？一定係紅薑米，嘿，這就係風薑米哦，嘿，好漂亮哦。酸米，素蠔油，哦，這個是裝飾的青江菜，要講它，嘿，肉薑，哦，薑麻啦，薑麻，薑麻鹽耶，三層肉，三層肉，沙沙來做。哎呀個三層肉哈，差唔多4.5公分左右，三層肉哈。是在那個肋排這邊，所以有的是軟骨或者是碎骨，要把它清乾淨。大家有問題嗎？還是已經熱到沒有問題了？它最大的問題就是怎麼那麼熱？曼青等下會說我的左臉跟右臉不一樣，他等下會自己轉一面哦。對，那這個是裝飾的青江菜。哦，等一下哈，補一下。可是一般來講，還要老牛補到老的時間。要煮很久哎，沒有道具嗎？有啊，來秘密武器咯。那你自己接哦。來，預備起。噔噔噔噔。哇，你要按到馬蓋？其實要說阿里波或者是萬用鍋。一般人家裡面會用這個鍋子嗎？修人就有用，用大同電鍋比較多。哦，
跟那田木就相同吗？某相同，压力锅是一个直火这样子循环，但是万用锅它是2个旋转。有的像抚金锅，也木个盆啊，像这个锅子也是很厚，所以它的导热就是内循环，但是因为它会做成真空料理。好啦，快进购物台了。等下就请大一下专线。压个用不上了。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肉放上去。那就问题嘞，你先做。因为有等下脆米，怎么跟米没先冰落去，它的这个肉汁才会跌落去啊。米红曲米是要给它颜色，因为我们不炒糖色。那它就是天然的颜色，红色。因为平常我们炖肉的时候，是不是都用那个酱油？素蚝油或酱油膏，然后再加上冰糖，或者是2砂糖去炒糖色。亚美，我们不用去特别炒糖色，我们用天然的那个红曲菌的米，它就可以软化我们的煮肉。好，像你冰落去之后啊，它皮会先落去吗？不用特别用皮，四边都要煎。都会进崩色啦。这是像保空用空用。熊桶的意思。不锈钢锅的内锅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把它煎的有梅纳反应，金黄色。但是你不用担心，它就是底锅是热的。不锈钢锅的特性就是底锅一定要很热很热。那你说这样子会出火了吗？不会。因为它没有比我们后面太阳热，真的，我们的背才会出风烂。我干脆放在我们的背上煎。我其实觉得会比较快。对。我们利用这个充电让它热，煎让猪肉这样子就会定型。定型之后最好4边都煎。那差不多了，那用嘛放下去。酸条就老用嘛我觉得这种料理太棒了只要放下去就好然后好红曲米，重点来喽，不是滚水哦，不是，等一下用米酒，它干硬做空用都不会放水，对不对？修整剂来，我们现在要兑酱油，tell you， 还有米酒，但是那个米酒可能不够喝，太少了，我们要瓶装米酒。锅子的热让我们的肉有那个颜色，有那个咸。哇！我不是只有后面热，现在连前面都好热。是锅气，锅气。我今天就用该洗落去的时间了，那个酱香味。对，哇，那是要给呐，好。要给青葱，我们直接把它凹下去。好赞哦！动便宜呢。曼青，你可以学这道。好啊，这个只要有锅子就好了。锅子怎么卖？锅都通点呢。我是真的想买。锅子其实外面很多都在卖。对，那你要选择就是你家里人数适合的量。那今天买有比较便宜吗？今天买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便宜。100加好多，现场买100再加，100加多少？我们一般会再送东西啦，真的。对。我这现在这种万用锅，品牌很多，其实大家都是去选择你自己适合用的。你其实有在卖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在卖，真的没有在卖，因为这个锅子是我去海外巡回的时候，侨胞送给我的。压个不好在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那就无动方便，听下讲的有某强用的，跟内锅的是这样，因为都会做某强用的料理。哇！一般我们煲肉这样子是差不多50分钟，煮肉啦50分钟，大概20分钟。省了一半的时间。对。好，等下本机翕差不多20分钟。好。时间到。哇！有看到吗？有哦，这节目都好看呢。为什么会先要吃催泪粥啊？因为它简单啊。没有这么直接的吧？可是我觉得浓汤超难煮。冰锅有慢煮。我就买了汤包，有皮包有酥。你的条路黑粥嘛该？我是做仓库管理。确定吗？可是你刚才包的手法，好像在鼎泰丰里面上班。进去。
时间到。哇！那有看到吗？有哦，跟什么都好看呢。 20分钟之后，生米煮成熟饭，是也生了一个孩子出来。哎呀，所以我们在讲三层油，它就小鲜肉啦哈。哦，所以因为为了系风曲啊，所以因为配菜而先抢世界。哎，本台家看下好嘞，真紧就入味哈。嗯，这个要蹦翻吧？哎，晒的有值得吧，各位？有。哦，这个皮吃了我喉咙都好了吧？哎呦，有这个像个东坡肉嘞。一定要刮皮哈。 瓜皮当好色，那么讲全瘦肉的话，不是不是，哎，是莫按好色。不过我们淋一点，让它亮亮的。哇！哎，红 Q 米哈都是整颗，但是它已经软了。哦，好，还有香菜。好，本太看一下哦。红 Q 米朋友，按钮就好色喽。 平常看呢，也跟有含汁嘅凤球米包肉来吃吃看呐。哇，这个已经漂亮到很像在故宫里面展出的那一块。哦，哎，我们盘得学喽，要先吃肥的吧？哦，好好吃，而且很入味。又干么挺咸的，既然用部位管很啊哈，就是保持那个肉比较 Q， 对不对？嗯，就整自己吃用完。 好食，还有泡饭那会更加好。嗯，就是咖饭冇新娘不卡甜。啊，如果今天没煮饭，曼心觉得如何呢？好吃啊，跟婆婆煮的谁比较好吃？婆婆的好吃，懂得求生存。但讲实在，风 Q 米的世界，它就使带有那种发酵的味道，所以不但讲上色甜甜哦，它还会让它整个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，非常的好吃。清好食，啊唔会太鹹鹹。 啊，食食蠻大蠻撈。啊，邊個你會做兩套菜啦？吼，會啦，你用啲係風叫麵啊，只啊什麼動作，用米酒啊，又要摸冰水，嗰種樣，混幾到嗰牛嘅嗰梅頭啊，還有肉汁春又熟到地步係都已經我見啦，掌握的時間都非常剛好。正然喺得320其他家都熬喏，不少觀眾朋友加有發現到嘛？ 只要你有意咧按用好嘅煲嘅法，其實你要出做唔會難做呢，人人都可以做出按好食嘅煲空肉。好，剛剛條件一畢業，馬上就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關唔但將係比米絲，沒有比創意哦。 都帶奶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講起來正經動身子哦，你解下吼糖煮做單會講吼，有啲人打天發來，一家之主係來報名煮菜，不過正經就越生意，我剛講係正式的故事哦。 他竟然是來報名拔蘿蔔呢？Hello， 為什麼？有沒拔蘿蔔？你也有斜槓事業嗎？真勁啊！我宣布呢一種吼，全台灣哦最特性嘅這種節目吼，我們現場就唱拔蘿蔔給他聽好了。拔蘿蔔，哎，你要陪他。好啦，所以今本嘅主題吼，打開呢本大家看下，就係白玉蘿蔔。用蘿蔔咧，你要做乜嘅料理咧？ 腿條板，菜頭版，哎呦，有創意嗎？有。來辦一下用漢師傅來講看，白玉蘿蔔變化一下。我們可以做掛包，然後把我們的餡、其他的那個辛香料，那可以做仔哦，仔炊，哎呦，哎，然後夾餡。好，你呢？我會做那個用酥皮。 面包在裡面，你靠天！對，因為之前去新浦苑吃了一個，就吃的是像這種料理。台灣嘅我最集中看到嘅就係泡菜啦，做啲那類滷，哦，也可以的，對，都好選。那你有什麼創意？就是跟菜條粉相同咯。好啦，咁我做埋嘅 TP 會先用白玉蘿蔔嚟做今日主題嘅就係因為你係米農，尤其係南部我最菜啲嘅食材哦。哦，冇唔錯，隻糖油鹹雞講哦，一係要。 專門 TP 用烹用蘿蔔來做出來嘅蘿蔔館哦，會挑哦，所以我希望等一下都做得看得到。馬上就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烹用蘿蔔呢已經變做係嘛嘅
是南埔米努亚岛毕业的，像是白金一样、K 金一样珍贵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风吹带来料理的嘛，菜名。ผักอีหน่อแพะหนงทอง哎呦，用卤配浓汤，好，要煮浓汤是不是？韩国记得今年下重本哦。好，这杯米馆有星星吗？有，加油哦！有，好。慢星和熊也好，他因为他叫慢星，不是快星。他慢。不要跟我说，就是他打电话来报名拔萝卜。好，我们看看一下咱们这里阿片，用了白肉菜头做个料理，按到黄金白玉酥饼。哎呦，酥饼那个含干还可以创意呢。对。嘿，有点这个被学去了。不会，没关系，我想吃。好，等一下最尾一罐的哦，两沙有信心吗？有。加油加油！两队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。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开始了哦。哦，老配的不同今后生，而且要加演习耶。嘿喏，他就加贡丸呐。老配的排骨汤啊。贡丸热天爱。还有一个啊，胡椒粉。热天爱啊。对。但是今天不要好不好？啊，对。太热。浓汤加胡椒粉，还不是团购嘞。有黑胡椒。有啊，胡椒粒啊。胡椒啊。好，来看几多人慢走。哇，姐姐，你还的胖妞老配，你有没有按夹？哎呀。米农羊有哦，全台湾抢米农羊有白玉萝卜。可是哦，我觉得浓汤超难煮。我的做法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有那个玉米浆跟玉米粒一起用果汁机打。哦。那师傅会用的粥？我会用新鲜的玉米下去煮爆锅啊，然后去打。哦。然后再另外有新鲜的也下去。不好意思嘿。因为要先打出玉米浆，增加它的浓稠度，然后玉米要让它吃到有粒粒的口感。对。啊，并购你有慢煮？我是买了汤宝，我懂，该是吉隆包兄弟。哎，炒个面粉呐。炒面粉啊。面粉炒的，面粉会勾芡啊。一般正式的个西式的同汤给先用奶油去炒个面粉，面粉炒好一些料起来，就在底下捞水。是变到勾芡太白粉的概念，啊，长一捞个就料啊，还以炒香，水每张冰转以勾芡。哇，好难。那我们看今边一定要摸面粉。我们看看你二娘的粥好吗？而且为什么会先要吹来粥啊？因为它简单啊。这不符合秀珍姐。没有这么直接的吧？你这么某简单呢？他也带了武器来了。没有道具啊。这个是料理机吧？哈。简单的呢，高级机啦。哦，来地嘞。可是人家的做牛同是用老配的先用购自己打锅，打锅，像是在都老配的米线。阿姐，你刚开窗的时间哦，哎呦，你刚开窗的时间就让台家讲哈，你今天这一场下重本呢，很好啦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对啊，哪里？对啊，哎呀，那玉米还是新鲜的哦，没滚透的哦。很久。牛嫩系吗？嘿，你这个比例有关系吗？哎，冇啲笋嘛比，你还煮菜都过青菜呢。哦，可是有周亚嘅本事呢，孙内吃成。另外还煮玉米浓汤也都过好吃呢。哦，你很奶油哦。哎，奶油。你看，观众朋友，这热到只在融胎了，你看。对啊。你调安胎融化。你很爱吃奶油哈，第一关也是用奶油。还记不记得第一季来他最怕吃什么？头丝哇，记得吗？来，制作单位上2盘，把玉米粒换成头丝。那一关的是题目是最不想面对的食材。对，错，头丝啊，都给妈唔会煮啊。这个长得有点像头丝哦。吓他。所以等一下该爆烧吼，炒到会变爆米花嘛哈。哎，好像吗？它比超熊了。好，我们大家沟通转来了哈。来，哎呦，哇！你看就系胖肉菜头哦。我对那边有兴趣，雅洁发现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有皮包油酥。有皮包油酥。对，就是就像吃蛋黄酥一样，它会有一层一层的感觉。哇！你的手劲。而且我们刚才没有问雅洁，你的条路黑中嘛该？工作。我是做仓库管理。确定吗？可是你刚才包的手法，好像在鼎泰丰里面上班。进去。像你包这个的时候，里面有包什么，然后怎么包？我们让他示范一个好不好？好，一边解说。好，等一下，因为它必须要松弛啊。
没有，我们会先从油皮油酥。对，它是刚刚这是一开始的，这是油皮，然后那是油酥。这边是有水的，这是水油皮，然后那个是只有油，所以是油酥。那可以示范一个给我们看吗？我先弄一下。嘿，对。所以大小做得款俩加粘了哈。做得用崩还有磅秤。哇，这么精准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你要包的这边。因为我们真的油它被它溶掉了哦，没有关系，对，然后就是稍微就盖一下，然后对，然后你就是把它包进去而已，用汤匙。这里面什么？只有粉跟油。为什么会想说这个不用包这个罗佩雷吗？哦，不是啊，还没有，这只是油皮酥皮，就是包这一个，所以我才哦，所以你要先做好这个油皮，对，酥皮，先看它要包给罗佩雷，皮在外面，酥在里面。你等下再把它擀平吗？对。所以吉阳哈牛一扎可以包很多个，是不是？它等于一个是2颗，这样子一份是等下对切是2颗。哇，太神奇！我第一次看到。所以你哋一片係做酥皮，你哋一片係做地杯煮嘅料。對。哦。可以讓因炒像因咖喱包、脆包嘅概念。係啊。但是酥餅。可是你看一下好不好？因为这是重点，就像破酥包一样，它要先把它滚了之后。对折，勾尾又会勾一半，因为为了加层次啊，你这样起来才会有层次嘛。有没有吃的时候不是会一层一层的？对呀，对，就像任贤齐那首歌嘛。哪一首？哪一首？对折再对折。对，就是像这样子擀。对，然后好了以后，这样子要去冷冻个20分钟，然后把一点比较好切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。我来看一下，20分钟后准备，这有冷冻。你有带冰箱啊？我有带冰箱，因为太热了。我们全部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可以这样子。那我这边秘密武器就是这个秘密武器，看一下。他笑的也太大了吧？那是什么秘密武器啊？玉米淀粉。玉米淀粉。因为萝卜会出水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玉米淀粉去缩水。好，因为你係冷凍嘅，我給佢打開了，本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來，這個是放到冰箱差不多多久？30分鐘之後對切。冷凍嗎？對，冷凍。哦，好。其實這個就有點像我們西式烘焙在做。那个丹麦面包，一层面粉，一层奶油，它的那个酥皮这样。对，我们吃那个丹麦酥，或者是丹麦面包、丹麦吐司，是不是很软很酥？外面烤到酥脆。那中式的就是做油酥油皮的方式。所以像这种跟人家外面的蟹黄的那种，那个叫什么？不一样，那个是用烤的，我们今天是用炸的。是用炸的，但是它的做法是一样的，对，没错，只是最后那个步骤不同。这真的是港点呢。我想问一下，曼妮去烘的呀？你又去香港学？没有啦，我很喜欢吃啊。等一下，淑华，你现在是专职当厨师了吗？没有啊，厨娘。没办法哦，一送白来一好哈，他就直接报名下一季的呢。这个如果拿来洗澡会变白吧？白玉萝卜牛奶澡。你听过煮的是哪一国的哪一国的料理啊？阿豆最唔晓得煮客家菜。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菜头的地头，因为有来剃头嘛。对。系啊，等下来会擦剃头。哦，那个。就都当够了，像个萝卜一样的。米农哈中白玉萝卜，他们现在都尽量无毒，或者是做有机，这样子全株萝卜都可以吃。我们会先第一次炸过。因为怕避免就是太油，然后俺能加玉米粉的话，要让它冷却才能包我们的馅料这样子。对，那这样子等一下吃起来才会有喷汁的感觉。那体积白会破几球啊？还会有那个纹路出来。外面那个一层一层的纹路，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芋头酥。哦，记得了吗？有一个回螺旋状，就是这样。而且我们切是有技巧的哦，不是横切，是有一定的包法。好，你看，好来，我们先过去红队，大家都正来哈。好。哇！每弄个拍肉菜头下甜係嗎？嘿。哦。这感觉很降火气耶。哇！哦，你有那味多哦。会湿汤唔湿。哎，这个如果拿来洗澡会变白吧？说真的。白玉萝卜牛奶澡。对啊。这样还剃白煮呢，都煮玉米浓汤。但是它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可是我想知道，它这些泡泡你拿不离它吗？应该不是在煮滚起的时候嘞。
錯。泡泡可能咪凍好些咯。聽人嘅可能佢哋可能要加嘅中間嘅米係嘅馬鈴薯啦，用馬鈴薯嘅澱粉去幫佢勾芡。哦，啊，你要唔是勾芡，天然的。那你要怎麼調味？你樣食有啲誒。韓國告訴你，他家應該那個麻油雞係圈酒，呢啲係圈嫩。對。好，因為打嘅咪係一速成法嘅高湯啊，佢菜條幫佢煮啊，就要甜。我是一般係慢嘅，就是慢慢煮半啲，慢慢煮半啲。我冇係병雞啊，個雞骨頭啊，或者是大骨啊，熬湯樣嘅。嗯，好，那你就今天煮了哈。好。哇，凍醬呢？你下手太重了。送愛給我們的，而且你有發現哦，它2道料理都超難。嘿，拉薩。嘿啊。蘿蔔酥餅，我們可以跟你點菜嗎？點菜好啊。哦，你老實說，你家會煮嘅係哪一國嘅哪一國的料理啊？阿豆。最唔曉得做客家菜。哎，這邊在做那個。這個是要給蠶寶寶吃的嗎？不是，我們這要做那個。要做裝飾的，我們要做書籤。對，小時候給蠶寶寶吃的，先幫你炒啊。佢咪放過胎，所以溫度就冇按過。哦，所以如果要下高調也係較高調較好啊，係啊。因為冇按摩加上色。那你需要紅曲米嗎？不要。你係鋪天一白咧。係。回炸係半雞。本牙底把油逼出來，然後讓它吃起來更酥脆的感覺。不是說給底杯肚就會應該它炒嘅這種這個裡面的嘛？對，蘿蔔。所以你這裡面有加什麼？就蘿蔔、白玉蘿蔔、蝦米，一些豬肉。哦，豬肉。係，一些哦，較香啦。就可以炒嘅蘿蔔，菜爆啲都會靚完呢。好油味好你看變黃金黃了，漂亮哦。對，所以聽得出來，淑華對做菜的那種細節掌握得很精確。對你做菜都花那麼多時間，那你會喜歡吃嗎？不會喜歡吃，對，我也不知道怎麼來的。他是喜歡那個過程，對不對？對。看到大家想你是動飯題。對，他喜歡給勾場。那我們要去倒數嘍，走嘍！吼，煙草馬從開始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下最杯麵一關，你有開料理較斬到咧。好，呢一關地度呢就係因為林南鋪清油名嘅胖肉蘿蔔嚟編發，睇下來試試看下風吹嘅。哇，懂料誒！吹豬哦！那大白雪嘅菜頭料理嘅時陣，係最強嘅一種菜頭嘅美食哦。我倆完全唔會，因為那個奶香味好重，好好吃。可能係因為有跟牛奶的關係。大家知道嗎？不是會有那個蘿蔔泥嗎？聽講蛋醬是蘿蔔泥的時候會有辛辣，可是因為煮過嘅時候還有純到係甜味嘿。用我按會煮？唔係青菜煮。青菜煮算好食。係啊。當然按表一本搶。好啊。兩套菜吼，加什麼加鹽啊，然後胡椒粉啊，其實吼，其實都有成副食品的概念。有對不對？不寫的凍甜的凍金種。很特別。因為牛奶米咁樣重。該下兩片係濃湯，兩下完全兩片嘅酥餅。來，凍起菜呢？哇！熱青呢？食到啲味道嘅菜條嘅香味啦、甜味哦，完全散出來。又加甜又加酥啊呢，少少好食。加起來放下牛糖嘟嘟好。錯。或者是放嘅蘿蔔嘅排骨同咪做得。蠻好食。僅僅係動功夫嘅一套菜，而且我們是電磁爐呢，昨天做到安用煙，真的下手太重。因外見咪當場菜條，很漂亮拍拍嘅。係，呢條前幾日嗱嘅川湯地味道最專業嘅菜出來哦，到底營養版拼盤呢，日日來看咯。先請阿炳師傅搶本酥。好，撈佢一半。好，你下半邱師傅搶半份酥。拜託。耶！搶手。舉手，邊個搶公平？好，有啲濃湯嘅部分，我建議做得
介到某种类风味，你讲你讲炒个创条这些做在用啲培根还是炒啲对耶，较香，较香。啊，好会听过个脆条个鲜奶梅头，或者火腿，火腿培根那种系，那你清到香梅，不去增加到某种类风味。蘑菇培根，哎呀，还有是那个培根啊，火腿啊，吐司块，哦，那都很多的，难得了到运动厉害，去做个酥皮的部分吼，底部个青应该有跳跳一块，好穿又爽。还有最后佢个炒的个料的部分，又捞个脆条的蓝莓又炒脱，所以香味传又大出来。最后有个像嗰啲食脆包子，是个底部有胡椒粉的嗰种香味，都厉害。等下绕墙，咱8天去公平一下。我先讲南区一条米最好食，不过。可不可以用电磁炉哈？还是没有到他要的效果。因为温度不够，温度上不来。红吹做的有比较创新的手法，创新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要鼓励他。所以给红队这个分数，谢谢。好啦，今日一天喺东南片那边两关实力相当，马上就来颁奖嘞！耶！哦，今日嘅比赛呢很刺激，两组都係大頭名，得到2分，就要恭喜馮子得到前年嘅吹氣。恭喜！咱是2排後面係大頭名，動力好喲，1500克嘅加吹氣。謝謝。恭喜！好啦，小陳子天呢拜來嘅，要聽嘛？佢聽未拜評書天命。禮拜過來留閃條橋下來，心情用白樓太差。心情哦，幾好。只日頭踢太嘅嗰啲嚟啦，那麼都曬到 Q 踢咧。哎呀，曬出好啦你哦。經常會跟媽媽一起做料理嗎？他都只給我們站在旁邊看而已。潘姐你還得做對不對？對啊。對。那今天這個很特別的回憶啊，有沒有什麼要謝謝媽媽？要啊，要謝謝媽媽平常的照顧啊，她很照顧我們。等你啦哈。對啊。好好。謝謝。謝謝。我問一下吼，淑華，有冇新地做嚟讓大家分享？青紅糕安呢，又再次用一個創意料理呈現給大家。希望航班漢做啲帶來好好多嘅料理本台噶。聽說還有很多私房料理哈。臭。好期待一下。好，謝謝。真可以哦，你會發現到，有啲老朋友啊哈。過一拜來到節目當中比賽，他們都是參與比賽過後，在希福卡又更努力學習了。看到啲時生轉見哦，性感度非常的少暖，因為朋友還係滷味好啊，所以歡迎大家夾叫嚟報名參加比賽。等下下節目立刻製作單位的那個明年報名表，做對了，做對了，直接填寫。好，沒有填的我會檢舉哦。好了，依家資助等你聽下來啊，到 VF 幸福卡嘅好面試，老娘福卡嘅好感情，下禮拜再見。好，拜拜，恭喜大家。